罗惠夫基金会表示讲，台湾有上万个一出世就气喙小耳症的囡仔，这囡仔有3成到5成捌伫学校互同学笑，甚至互霸凌。基金会今年就推出故事册哦，望讲来教育学生甲家庭，友善来对待每一个人。短就叫我胖鸟啊，肥皂啊，赵胖啊，什么各种的。那小的时候当然会觉得不舒服嘛。当一个人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说，为什么他们都一直说我这个？儿童剧团团长赵自强分享家己细汉的时，因为外形互人歧视，面型生性有各样的罗干儿也常常互人歧视。长期关心罗干儿的罗惠夫基金会，当咧以教学校讲故事的方式破除囡仔对罗干儿的迷思。基金会当中有家长家己的囡仔就是罗干儿，伊到学校讲故事已经21年。他们就会想说，哇，他们出生3个月就要做唇裂的手术，11个月就要做腭裂的手术，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，就告诉他们，我们并不是要同情他，或可怜他，我们反而是要跟他们说，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勇敢的小朋友。罗惠夫基金会表示，全台每年有300个罗干儿出世，真侪大人囡仔对这个罗干儿有错误的想法。基金会强调，在现主时的医学发展之下，罗干儿甲一般的囡仔并无真大差别。在现在的台湾的一个医疗的协助之下，其实发音的部分其实已经不像以前大家都认为，好像唇腭裂小朋友一定会讲话不好。可是事实上，在基金会这么多年的一个追踪服务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了我们许多的孩子，他们的语言能力非常好。基金会也当咧继续招家长，做阵以讲故事的方式来破除大众的迷思。伊也透过儿童剧场、Podcast 等等方式，期待打造友善罗干儿的环境。记者郭不君、张水台北报道。